迄个讨论啊，咱伫咧第一堂个礼拜的听书顶面有做一点仔小小的改变，就是咱伫咧原底本底宣调了，唱圣诗，唱圣诗了，咱原底本底是迄个使徒信经，啊，咱即马甲使徒信经刷来去后壁的所在。咱伫咧唱完圣诗了，啊，司礼者就会带咱来祈祷。祈祷煞的时阵，伊会甲咱讲，啊，即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来祈祷讲的时阵，咱就同齐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了，啊，咱就启用了，即个后壁的即个荣光颂，荣光颂是咱原底以早是徛咧唱，即马是坐咧唱，吼。啊，即个使徒圣经刷来到伫即个回应诗的后壁面，吼。啊，这上主要就是讲，咱透过咱安尼经过咱头前的唱歌、读圣经搁咱的即个正道了，咱伫即个伫咧即个时阵，咱要来宣告讲，咱要用即个使徒圣经内面所讲的，照安尼来信，搁照安尼来行。因为咱伫咧使徒圣经的后壁面，有讲到讲迄个包括我信圣神后壁咧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圣道的相通了，就是要进入奉献甲报告，所以这是一体的要上主要就是讲，咱信仰，咱毋是干那听，咱搁要照安尼来去行。迄个行，咱就伫咧即个时阵用使徒圣经来伫遐来宣告，这是规个迄个咱即马伫咧，咱若有机会去看咱的总会的迄个礼典的迄个手册内面开始拢有做遮的安尼改变，所以咱就对2月份开始，咱就做即个部分的改变所以若伫咧礼拜时阵有小可安尼。即个改变造成的迄款的不适应，咱安尼慢慢就来习惯看卖咧，以上的即个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即时礼拜伫要开始，请咱将手机关机，也是关震动，伫万声来敬拜上帝。
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乌老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全地为敬拜你，吟诗称赞你，为吟诗乌老你的名。请咱做伙吟诗来乌老上帝。圣诗第304首，我要乌老，请起立。我要学了，我主上帝。我要学了，我主上帝。约翰有听见，拢总受伤惊你，因一切出声吐露主生命。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唱歌，因一切出声吐露主生命。我要学了，我要学了，我主上帝。我要学了，我要学了，我主上帝。因这声称赞，欢喜学了唱歌，将一切学了眼光归上帝，眼光归上帝，眼光归圣经，眼光归圣经，三万世。我要学了，我要学了，我主上帝。我要学了，我要学了，我主上帝。愿做你囝儿，自愿体体，利用听谈来创造愿大家。愿要尊崇你，愿要称赞你，愿尊贵眼光归你到万世。我要学了，我要学了，我主上帝。我要学了，我要学了，我主上帝。请坐。这时，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当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愿知你听阮的祈祷，恳求你的圣神时常甲阮同在。当阮软弱的时，你加添气力；当阮艰苦的时，你安慰阮；当阮偏离正路，你引带阮；当阮犯错的时，你也赦免阮的罪过。这是何等的恩典！亲爱的主，感谢你遮尔啊疼阮，拣选阮诚做你的子民，阮也愿意奉献家己，诚做忠心的奴仆，来荣光你的名。也求主赐予阮智慧，时常思考上帝讲的话，来反省家己的行为甲意念，伫每一天拢亲像是新创造的人，活出耶稣的款式，诚做有好见证、有香味的基督徒。也恳求你的圣神甲少年老师同在，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这时，阮要同齐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立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
来启用启用文第15篇，也就是诗篇第51篇。咱做伙来启用。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主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洗净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这是伫我的面周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以外的事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圣者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皮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毋面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过忠诚的心灵，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你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犯过失的人通归应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嘴。我要称赞你。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这是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到第11节。显着我来读。毋过耶稣去橄榄山，隔日透早，耶稣搁去圣殿，民众拢活来伊遐，伊就坐落去，甲因教示。迄时，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带一个妇人人来，伊咧犯奸淫的时，互人抓着，因互伊徛伫中央，问耶稣讲：“老师，即个查某人犯奸淫的时，互人抓着，根据律法，摩西命令咱用石头钉死即款查某人，你有啥物意见？”因安尼讲，是要试探耶稣，通找空芳甲伊告。耶稣徛落去，用枕头仔伫涂骹写字。因直直甲伊问，耶稣就徛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罪的人，先摕石头甲伊钉。”然后伊阁徛落去，伫涂骹写字。因一个听到遮个话，对老的开始一个一个溜出去，剩耶稣一个。迄个妇人人要徛伫遐，耶稣徛起来，甲伊讲：“妇人人，因伫倒位？无人甲你定罪是无？”伊应讲：“先生，无。”耶稣讲：“我嘛无甲你定罪，你转去，以后毋通阁犯罪。”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社青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永不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
以找水的歌声，将做芳芳的坐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今日要为咱证道的是吕少仁老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罪在过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咱伫过去的时阵，伫穿制服做学生的时阵，敢有拄着一款代志，就是伫班级上总是有一寡学生安怎，伊非常去介意掠别人的毋对，也是做老师的监督监兵，都好亲像咱常常在讲的，迄叫做撩白啊。咱嘛发现。通常即种学生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因可能是安那有好的成绩，欢喜掠家己，安那互人爱看到，足请赢迄种感觉。咱会当做伙回想过去迄种单纯佮趣味的日子。不过，咱敢有想过遐？做了白仔迄个学生，敢讲伊为着是咱的同学好吗？还是其实因心内有其他的想法？遐互掠着的做歹代志的遮个学生，因互掠着了后，有偌济人是真正有真心悔改的意愿，也是讲伫未来。因也是会做共款的代志，去挑工挑战，做搁较侪无好的代志。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使看到耶稣伫圣殿的时阵，敢是已经有侪人。这经文内底无写着，不过咱会使知影是。正百姓拢去圣殿，为着是要听耶稣的教示。会使讲是规城的百姓拢安那，拢是互耶稣所吸引。因为耶稣，所以正百姓才会来到圣殿。不过，并毋是所有的人拢是好意要去安那，要去听探耶稣的道理。伫经文当中有两种人，甲一般的百姓是足无相款的。一种叫做经学教师，另外一种叫做法利赛人。为什么因甲别人会无啥共款？除了因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以外，因来到圣殿以前，也挑过伊先去安那。先去掠一位犯奸淫的妇人，然后因阁是安那？因阁是趁对方伫犯罪的时阵所掠着的，所以会使讲，就是有人证，阁有证据，人有看到啊，阁有证据伫遐。当然，因要犯这条诫命，爱安怎去家出发，要家安怎处理？因拢已经调查甲详细，足清楚，都为着要安那，为着要互耶稣歹看，而且想要安那，要试探伊，要掠伊的白仔，要摕转伊原本应该有的迄种宗教领袖所拥有的。遐个民主，遐个威严，都为着安尼的目的，才会宗教领袖完全无顾虑家己，伊即马是伫什么所在？因竟然伫咧圣殿做即种的代志，因为家己的需要，才会宗教领袖失去了理性。有无好的念头出来，因应该知影圣殿是安那，是足尊贵的所在，是至关耶和华上帝荣光所存在的所在，也会使讲就是安那，
上帝的厝，是宣讲律法，甲是正百是认捌上帝的所在，也是互人将家己的罪过带来到圣殿这个所在，来去思考，来去反省，来去面对家己的错误，想要消除家己的罪过。所以，照着大祭司所吩咐的，将这贵三三的祭物来带来到圣殿来献祭，来去清气家己。这款的所在，伫经文竟然是互人互人来压起罪过、挑战耶稣的所在，以及用来指责别人、定别人罪的所在。伫今仔日，阮是毋是也会伫日常生活当中，伫面对着这的挑战？就是咱做一项工课的时阵，咱也是做事工的时阵，都有挑战出来。有可能咱可能伫咧学校的时阵，有几下位同学会特别针对你，不管你做啥物代志，是大项还是细项，就会做都会找旁来去找你的麻烦。不管是啥物活动，也是读册的生活，你拢会因为伊，所以受到足侪影响。也有可能咱是咧公司，每一摆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也是咱伫咧会议的报告顶面，都是几啊位同事会挑过伊伫经你的麻烦，经你的毛病，就伫你做任何代志的时阵，你都会感觉都解骹解手，甚至伫遐个人伫会议的顶面无顾人情的世事，伫众人的面前，互你歹看。这种的情形，嘛有可能出现伫咧咱中间，就是咱的教会。有可能是因为几下会友，还是执事，还是长老，甚至有可能是因为牧师，互伫咧经文所描写的代志发生，因可能目睭咧紧紧咧看，哪一个人做了无符合圣经教导的代志，就要将这款的代志甲人讲，甲人宣传，互所有的人拢知影，地教有侪的信徒，就因为这的代志，对宗教信仰感受到悲哀，无毋望，最后有可能因拍开教堂的大门，头也无回的，就安尼行出去啊！咱通思考咱家己是毋是，就是遐惹起争端的人？阮通好好反省，有可能咱因为家己的需要、利益，致到别人无法度过正常的生活；也有可能因为家己的行为做成做别人的名声，也是因的家庭破碎，最后造成无法度挽回的结果。但是主耶稣基督来，毋是要定咱的罪，伊是要互咱通脱离罪过，互咱得到清气。伊教导咱有一条新的诫命，就是恁爱真心、真性、真意，疼主你的上帝。也阁有第二条叫做爱疼别人、疼厝边，亲像家己。恁若彼此相疼，因为我也捌疼恁。咱是毋是也会使用这份阮所感受到的疼，来去疼咱的厝边，咱来疼其他的人，互阮的
安那互咱的教会甲社会真做无相款，互咱的教会来去引带社会。这就是为虾米来起造圣殿是遮尔的重要。当伫犹太迄当阵，犹太的传统有3个大节期，是上帝亲自吩咐，一定爱到圣殿的中间。伫旧约的申命记16章有记载着这3个大的节期。头一个叫做搬过节，第二个叫做丰收节，又叫做七七节，然后阁有一个叫做大饼仔节。这3个节期呢，拢需要到圣殿中间过7天的节期来遐活动，来伫遐献祭。搬过节甲大饼仔节是为着要纪念上帝伫过去的引带甲看守。丰收节也是七七节呢，就是要来感谢上帝，伫咧一年的中间有好的收成，会使过了平安的日子来过生活。这献祭的行为有带来啥？有带来喜乐，有带来愿望。所以，咱今仔日来到上帝的殿，是希望每一个人伫来到教会内面有欢喜，愿望来到阮的心中。安尼，除了咱节期来到圣殿了后呢，阁有平常时咱也会当来到圣殿。你平常时来到圣殿有啥物目的？是要做啥物？今仔日伫经文中间，咱会使看到耶稣来到圣殿是为着要教示，为着要教导正百姓。今仔日咱来到上帝的殿，也是同款，需要有上帝的话语来继续来去教导，来去教示，咱安怎来去接近上帝，来去安怎搁较疼惜咱的厝边，咱其他每一个人。也搁有平常时要来到圣殿的人，也有是要安那要来得到清气，因为咱拢是人，犯的罪除了表面上所看会到、所看会到的遮个罪，伫咧私底下嘛有暗藏罪，无爱互人看到的。犯罪人因为知影家己做毋着代志，心内安那充满罪的不安，所以到圣殿的中间开始，咱会使思考咱家己所犯的罪过，并且伫咧圣殿中间，同我甲大祭司讲伊家己的不安，家己犯啥物罪，然后伊想要悔改，想要赎罪。大祭司就会遵照圣经的指示，请伊去准备祭物来去献祭，来去赎罪。然后大祭司就会大大的宣告，讲这个人得到清气啊！今仔日阮来到上帝的殿，咱的心内是毋是也有最的困难，最的不安？上帝足体贴咱的，互咱有这个空间，会使照着甲大祭司甲伊来见面。咱的大祭司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会使处理咱心内的不安，也有赎咱的罪。所以伫经文当中，耶稣伫清早特别搁来到圣殿。照理来讲，耶稣这个时阵应该爱伫咧偏乡来去做工。问题，
伊为虾米要选择伫咧平常时来转来到圣殿？有虾米款的原因？有可能伫咧接下来有有性命需要伊来去拯救。伊就亲像光出现伫黑暗当中，有犯罪的人要一定极歹的歹人。因来到圣殿，因除了有表面上看会到的犯罪，也有私底下暗藏起来看袂到的遐个歹代志。因为家己的需要，伫咧圣殿内面也侪的麻烦。毋过耶稣甲因讲了一句话，就互因伫咧圣殿内面开始反省因家己的罪。伊讲：恁中间啥人无犯罪？恁中间啥人无犯罪？遮个经学教师，遮个法利赛人，阁有正百姓，因开始思考，因伫咧过去所犯过的错误。结果结果阮看到是为年老开始一个一个离开，然后才是少年的才来离开。问题是，阮来想，为什么因要爱离开圣殿？为什么因要离开耶稣？为什么毋是伫咧圣殿中间来去承认讲，我有罪？为什么因无爱安尼做？为什么因要离开耶稣？因为因想要保留因的高尚，因要保留因的尊贵的这个身份，所以因毋敢承认家己的罪过，也无愿意看到别人过了好。因只是想要不断不停地要得到更较侪、更较侪、更较侪，互人看见，才会请赢的代志。用信仰的话，就是讲无愿意看轻家己，无愿意摒空家己。为着民主，所以因无爱去相信耶稣，因惊耶稣这个真光，若是互耶稣这个真光照着，都会将家己遐个黑暗的代志，因的软弱，都会显露出来。上帝找伊的囝来到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信囝的人会受定罪，无信的人已经受定罪，因为伊无信上帝独一的囝。上帝审判是安尼，光进入世间，世间人较爱黑暗，较无爱光明。因为因惊邪恶，最歹的人拢怨恨光，毋爱接近光。安尼，伊的行为就会显露出来。不过，是行真理的人会会接近光，是要显明伊的行为是顺从上帝来伫做的。伫学校，伫公司，伫教会，伫圣殿，遮拢是有人的所在，总是有一寡人会甲别人来伫作对，遮也有可能是咧提醒咱家己，是毋是无愿意看到别人过了真好，也是只是想要得到更较侪、更较侪的会来互人看见，才请赢的代志。因为心内的需要，咱互罪来控制，
互罪引带阮来去行黑暗灭亡的道路，一直到无光照的所在。问题是，咱若是愿意看清家己，来去摒空家己，并且勇敢来去承认咱家己的罪，咱就知影，其实咱家己都是罪人，咱的罪偌尔济，有偌尔大，都袂去指责别人因的罪。耶稣会互咱的身躯，都是圣神的殿，互内面的罪过来去摒空这的罪过，重新起造，然后清气这个殿，最后就咱就会安那，咱就会就近光，就是主耶稣基督。即时耶稣会对你讲：我无搁定恁的罪，我无搁定恁的罪，去啊！从今以后，莫搁犯罪啊！耶稣就好亲像一个大祭司，伫圣殿，伫咱身躯的殿，将祭物安那献互上帝。这个祭物是啥物？是罪人的心，是一粒忧伤痛悔的心。耶稣就安尼罪人来宣告：我也无定你的罪，代表恁已经清气。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就是这个时刻败坏的圣神，败坏的圣殿，重新得到圣洁，重新得到清气，就是这个时刻，互罪人成做清气的人。啊，毋过这个清气并毋是永远，咱是爱倚靠主耶稣基督。咱才有法度离开罪恶，无再去做犯罪的代志，罪都会留伫个过去。安尼，咱就会永远成做一个清洁的人，咱就有一个圣洁的殿，永远甲上帝结连好的关系，互上帝永远住伫咱心内。永远住伫咱的殿内，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来到阮的殿内，阮的殿才有法度来去摒空这的邪恶，这的黑暗。因为你是光，咱黑暗的心灵，这黑暗的殿才会得到显露，才会无有黑暗伫个中间。主，阮感谢你，你来毋是要看阮做了侪毋对的代志，乃是要甲阮讲，来，我无再定你的罪，莫搁做这犯罪的代志啊！阮感谢你，今仔日赏赐阮遮尔大的福气，互阮来到圣殿中间，咱会使嚟来思考，咱会使做伙来听到你的教示，来得到你的清气。咱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同心用圣诗第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的完全》来回应上帝的话，请起立。心高永远，我所有荣耀。
主愿徛伫当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忍耐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同心来奉献，请吴承安执事甲陈文南执事来书献。请起立。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通伫每一个礼拜伫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听你的话，互阮每一日的艰苦伫遮会得到平安喜乐。阮真正感谢你，只是阮奉献一丝淡薄，求主感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咱用现代台语和日本来读。请伊应讲，先生无，耶稣讲，我嘛无甲你定罪，你转去以后毋通阁犯罪。这是咱来报告。伫报告的台先，毋知今日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吗？咱台湾神学院陈宽义牧师老师，好，欢迎陈牧师。好，我们来看，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甲第2点，1月28日小会甲1月29日中职会决议事项，请兄弟家己来过目。第3点。本主日礼拜了后有影音同工培训，欢迎兄弟参加。第4点，下主日举行今年度第1摆的圣礼典的下堂礼拜。第5点，3月7日伫台湾新学院有举办短宣热身营，
若有兴趣的，欢迎报名来参加。详细咱会当看公布栏的资料。第六点，本教会要招聘干事，若有兴趣的兄弟请将你的履历表会当交互我，也是甲我联络。顶悬有我的 email 甲手机仔的电话。若是针对工课内容，也是薪资甲福利，拢会当看咱的公布栏，顶悬拢有写。具体消息、顶主聚会奉献、下周的事项表以及会计报告，请咱兄弟家己过目。毋知牧师有要补充的无？好，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即时求你听阮的祈祷，阮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求你的圣神甲执政者伫地，伫你国家的时有主来的智慧。毋是为着家己的权利甲利益，乃是为着百姓的需要。阮也为着全世界，无论伫经济、气候、疫情、战乱、侪困境来祈祷。伫世界无稳定的时期，阮的心也纷扰不安。求主帮助阮，伫混乱的世界中，谦卑倒转伫你的面前，定做悔改。重新得到主内的平安甲喜乐，也保守教会所有的团契甲小组，以及所要推动的事工。求主的圣神充满伫教会、牧者、同工，以及每一个兄弟的身躯顶，互阮有合一的心，透过事工的推动来传扬你的福音。阮也为着教会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保守甲看顾，也求主保守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有主内的平安以及喜乐。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吟309首，阿罗宽灵上主，吟诗线请林牧师来祝祷，请起立。
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的话语，搁一摆互阮来得到主你的提醒。主，阮无搁再来互相定罪，因为主你家己，你也无甲阮定罪。因为你来到伫即个世间，是要互阮知罪，毋是要来互阮来甲阮定罪。主，阮也要伫主你的国度的内面。阮要用着主你的疼，彼此互相来接纳，来互你的国度来踮伫即个地面，亲像伫天里。也愿你的神也不断来提醒阮，来引带阮，来保守主你家己的教会，甲你的百姓，互阮会晓得行伫主你爱阮行的路上，互阮彼此互相接纳，伫主你的国度内面。来高举主你的名，互你的名，因为阮所行所做，来得到一该得到的荣光。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必会。